听没声吧？这你。咔嚓一声开始了，可是没有倒计时，大家听着紫外线消失，点个 APP。嘿，哥们姐妹们，大家都来拍一个，我们都是生活导演。你在北京，我在西藏，他在上海。不同角落，不同主题，不同风格，不同色彩。关于旅行，关于爱情，关于感动，关于皮克，你说了算。第3期拍客，你的故事你来拍。拿起你的手机，举起你的 DV。我的设备很屌丝，但是想法很牛。我的制作不专业，可是内容很范儿。咔嚓，我的天天做个影片，推出电影密度，荧幕前不停，我的垃圾电影看看出来不靠把那个 APP 的卡起钱。嘿。不输的，错不错不错，俺做演不赢的，俺做唱不错为俺可以chấp执日代。撒手看电影，你开这个马力，撒钱满洲，囊腿满洲，做那满洲，看到满洲，有火锅的，自动火锅的，死火锅的，看他们的，让眼不开的，今年做那这个人，两个的包。也不得同情马队，北京南给拉多卡巴的也多数，养了越边年不出国的也多数，开这个马力，出国也不是拉面的开这个马力，一年来给三路的你拿不拿不？可见光白平衡色色让我不懂，大灯写关键针对拉摇也不太熟，可是我的想法很牛，讲的故事很靠谱，不妨你也试试。Yeah yo， 你的故事你来拍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梦。No 走 no die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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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 no die。咔嚓把的给对，也不放的过的天天做起，看了看个迷藏梦俺也得起，也把这的也是对起，也是那月别中的天天写起，咱们的样子朝为研究，比比切迷藏们心不切切，也不放的过的天天做起。有儿生的本书的，得瑟的本书的。听说有个比赛，谁都可以参加。什么比赛？什么比赛？第3期拍个微视频，带着 No 走 No die，试试 No 走 No die。